韩国今年第一部破千万观影人数的电影《机不可失》，票房大卖台币29亿，更打败《与神同行》的纪录，成为韩国史上第2快累积1100万人次看这部电影的纪录。男主角柳成龙其实才刚和朱智勋合拍完韩剧，戏里两人不对盘，戏外争夺观影纪录，可说是把战火延烧到大荧幕上。电影《机不可失》，你们在搞什么东西？肯基基炸鸡店您好，请问要点什么？喂，你们想去哪？被长官训话到一半却集体绕跑去炸鸡店送订单，警探为了埋伏抓毒贩，竟然开启炸鸡店，没想到生意超好，让他们一边忙着办案，一边卖炸鸡。电影机不可失，你们别忘了任务，我们是来卖炸鸡的吗？肯基基炸鸡店，请问要点什么？在搞什么鬼啦？电影在韩国上映17天，观影人数就冲破1100万人次，票房高达29亿台币，也打破《与神同行》的纪录，更早一天达标，成为韩国史上第2部最快达到1000万观影人次的电影。有趣的是，男主角柳成龙才刚和《与神同行》的朱智勋拍完韩剧《李尸朝鲜》。韩剧《李尸朝鲜》，我在康宁店看见了，相貌可怕的怪物，父王在哪里？妨碍我的人格杀物论。柳成龙饰演和朱智勋针锋相对的领乡，朱智勋化身成王世子。为了查明父亲的病情，意外揭开活尸瘟疫的真相。韩星朱智勋不舒服的化妆，在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地方，他们要花很久的时间为拍摄做准备。朱智勋和柳成龙各自都有破1000万人次观赏的电影作品，大小荧幕通吃也为自己的演艺事业再添佳绩。